安会针对4月初3花莲大地震的报告是指出讲，核一厂的燃料池有一寡废水浮出来，所以核安会强调讲已经处理好势，也毋过反核团体是真袂放心，早起嘛去立法院门口抗议哦。因批评讲，台湾的地震遮尔济，各有立委要修法，帮你喊高楼的核电厂来开后门，实在是真无应该。伊嘛表示讲，4月27，因会搁去立法院进行抗议。勿忘核灾教训，反对核电延役。在立法院门口发口号反对核能发电，咱政府提出2025年进入废核加园，但是车有反核团体表示，新上任的部分立委要提案修改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，想要替着要独一的核电厂开后门，继续延役。反核团体提起联署表达反对。目前呢，我们这些联署已经有96个团体、民间团体一起参与。那我们也在昨日用公文送进了立法院。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政党的立委都能够签署表态哦。反核团体表示，根据核安会的资料，最近4月初3花莲大地震，有地处核一厂1号机、2号机用过燃料池内的水浮出来。分别有1300公升甲2200公升，这显示伫接地震的台湾用核电厂也是有风险。还有3500公升的核辐射废水，就是说从用过燃料池中溢出来。那这个当然虽然说没有影响到外面，后来也是有清理，可是我觉得表示它并不是真的那么安全。发生地震的时候，它的水是有可能会溢出来的。那核二厂它的一个马达一个泵浦，它也是临时发生跳脱的一个状况。反核团体表示，已经进入独一的核一厂、核二厂，也是会受地震影响，显示核能发电无安全，应该废除。因也会伫4月27下晡3点，伫立法院举办静坐，表达阻挡核电厂延役修法的决心。记者郭文丽、玉凯台北报道。